再来看这大雨落煞，台南总算是变好天啊！今晚呢，煞开始来烦恼会出现天高热的疫情。目前台南、林德、安南、安平甲中西区这碳白网指数是有较悬。台南市政府已经出动无人机甲区公所的人员，全面来巡查，也加强摒扫，要来防止本土病例。 无人机豆豆起飞，准备要进行高空巡查。台南将近一个月拢咧落雨，造成部分区域拢出现积水。这两天总算是出日头啊！不过这嘛是病虫开始生态时机，历经风台造成未少灾民厝体害气。这无我空棚的积水，若无清理好势，惊到时会有助生源。水来啊，风台下去啊，一个鱼啊拢死了了，啊拢走了了，阮着讲去买100块来紧放啊，无要安怎？你是惊讲会死？嘿啊，忙死创啥的？个风台。 真侪水嘛，所以阮会麻烦阮一寡志工朋友来加强，搁有就是透过广播来宣导咱的民众。 每一个都是志工。针对最近风雨受损较严重的区域，优先先出动无人机来到巡查。即阵台南各区公所的人员嘛，顶会里来巡查，积水容器、花卡等等，每一个所在拢定静咧巡，完全唔敢放外活，就惊天高嘅大爆发。目前台南市间有境外移入病例，不过根据防治中心统计，第31个礼拜平均阳性率达到36%，比去年加悬真济。台南市登革热境外移入有9个案例。 安南区有一个案例，安南区的案例是在烟溪里。那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配合卫生局的人员，就针对案户周围的100公尺以内进行压灌的处理。第31周平均阳性率达36%，比去年同期20%高出许多，共有121个里阳性率超过40%。 其中当中以仁德区、安南区、安平区及中西区的文美指数较高。经过疾管署统计，到8月初6，全台已经有125例天高嘅境外移入确定病例。这回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带来真侪雨水，病虫咬生团，民众得爱加强摒扫环境、清理积水，避免发生天高嘅风险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